活照片，对着照片拍哦。会眨眼睛，会微笑呢。要按这个试用此特效，先加入最爱，然后试用此特效，然后对着照片来拍，对着有人脸的照片来拍，说会眨眼睛，会微笑嘞。那真的有眨眼睛有微笑吗？真的有眨眼睛哎！眼睛张开了，右下角那个，哎呀呢，你看还有微笑呢，你看嘴型都不一样了，你看眼睛又闭起来了，又张开了。真的眼睛会张开会。做眨眼的动作哎，有在注意看吗？眼睛会眨眼呢。左下角你看，左下角眼睛张开了，左下角那一张图，眼睛张开了，做微笑动作呢。你看眼睛又闭又笑，又好像要合起来了。你看眼睛又合又开了，左下角那一张照片呢？左下角那一张图片，你有看到吗？眼睛本来这样向下看的，闭着的，还要张开了。你看微笑呢，往左边看，看到往中间看，做微笑动作。你看，哪里有恢复？恢复好像要是眼睛2分开8分闭呢，慈眉善眼。你看，又好像闭起来，好像闭起来了。眼睛的变化，你有没有注意看？对焦不容易，闪来闪去的。哎呀，你看眼睛有做眨眼动作呢。哎呀，眼睛张开了，眼睛眨眼的动作了。对着这个图片呢，荧幕截图得到的图片哦，拍着这个手机上的图片哦，有人脸的，这还是画的呢。你看，
哦，眼睛会张开，眼睛会张开，会微笑呢。哦，眼睛都张开了，嗯，观世音菩萨像。嗯，你看眼睛的眨眼的变化，眼睛眨眼的变化，你看会做眨眼，会做微笑的动作。你看左下角，左下角的图，很明显的眼睛从闭着张开了，可能只能对一个对焦了。下面的有在做眨眼动作，上面的就没有。你看眼睛又闭着了，还有呢，上面的也在做眨眼动作，上面的，而它上面的图画也是有在做眨眼动作。你看做眨眼微笑的动作，所以说对着照片对着图画，你看眼睛都会做眨眼动作呢。没有办法的，影像比较大的才有办法。你看左上角了，左上角的图片有在做微笑，做眨眼微笑动作。左上角眼睛瞳孔有在转动，你看看的方向也在，这叫活照片，活照片的特效。看你眼睛会眨眼，会做微笑动作。对，古人的照片也可以这样拍哎，因为好像活起来一样，会眨眼，会微笑嘞。以前看布袋戏，眼睛会眨眼，就已经很有趣了呢。现在那个旧的照片，会眼睛会眨眼，会微笑，那个再配音乐配声音啊，真的是科技啊，很厉害。这叫 AI 人工智慧创作出来的 AI 人工智慧这种程式产生的结果。